屏东的永达技术学院已经废校校地趴42年，也出现治安的问题。附近的居民讲，这查到3更半暝走入去学校搬物件，这款的情形已经几多年啊，报警察也拢无效，甚至互放掉，这居民也烦恼徛个安全。县政府表示讲，本地有规划要买校地，不过预算卡掉的，所以即马产权也是学校的。 3更半暝，一个查甫人杀人狗对民众的厝经过，看到7分人狗随一直飞，无偌久，佫看到一台奥多麦骑过，甲已经载满物件人狗拖出来。这是屏东永达技术学院附近的社区，初三初四拢有翕到贼头咧搬物件。居民讲已经废校12栋的校地，这几年定拄有一帮人去偷加电线，甲一寡较简单的歹铁啊。3更半暝，要甲乒乒乓乓，吵甲民众拢无在调困，报警嘛拢无改善。结果人家报警。 警察不管小偷来管我家的狗，就是因为小狗看到小偷，它才会叫。因为你没办法人赃俱获，那警察也无可奈何，也没办法做处理啊。那小偷没那么笨啊，他一定是把货先藏在里面，看到警察走了，他马上拉走啊。 塔门的坑已经拔甲空空，也搁掉伫咧顶悬的冷气嘛，剩空壳。居民讲，这帮人有10外个，不找因理论，说互对方放掉。规个学校已经互偷摕甲乱糟糟，这款日子到底当时会当收煞？官府表示，原地按算要甲校地买落来规划开发，因为预算卡掉咧，目前产权也搁伫咧学校遐，后续会联络相关单位加强管理甲治安维护。本府先前已函请教育部转资永达技术学院落实门禁管制及治安维护。 并请警察局协助加强巡逻，另关于校地的后续活化与处置，目前正积极研拟相关采购契约。根据了解，目前学校有请一名临时人员来管制大门出入，不只个敢若日时有管制尔，查啦拢是趁半暝来。居民表示，虽然警方讲会加强巡逻，不过若是亲像安尼，警察车一走，查啦就对咧搬，想要安心困真正困难。记者郭斌在柯家族邱朝阳，屏东采访报道。